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台北内湖的文心艺术徛40多年了，即卖当咧举办建筑相关的书展。上届有价值的是有600多本的绝版册，保证一定互你看甲真够开。黑色的纸盒内面珍藏着1980年代英国伦敦建筑联盟学生亲笔的画作，每拍开一个盒仔，就秘书行入一个会使提走的展览。台北内湖的文心艺术推出3个月建筑书展，展出超过600本罕见的建筑精选的丛书。这一次的选书呢，都是全世界各地最珍贵的绝版书，然后非常难找到，所以我们希望在台北有一个很重要的，让大家可以找到这些书的地方。文心艺术结合册店工作室，也有加倍，全力伫杀当代艺术。我们有不定期的展览，我们也不售票，我们希望附近的邻居时不时就进来走走。董事长进一步表示讲，建筑其实真脆弱，靠去受到市场环境的制约。即马建筑书店的成立，册面有解放思想空间，会使真正以册会友，了解当代建筑大师的想法嘛，建立属于家己的幻想世界。